屬蛇嘅朋友，2026年你要發威啦！今年你係12生肖入邊其中一個最受上天眷顧嘅生肖。點解？因為你擁有天德同福星入命，代表有貴人錫，有福氣享，仲有機會名利雙收。雖然丙午年火氣旺，會令你比平時忙碌同奔波，但呢種係忙得有價值。想知邊個月係你嘅發財月？即刻同你拆解。正月，刑害之月，開局易穩，容易出現口舌是非，或者係計劃俾人延誤。注意唔好急住做大決定。呢個月要少說話，多做事。2月，漸入佳境，雖然仲有少少忙亂，但已經見到方向。工作上有貴人開始伸手相助。3月，桃花人緣爆發，單身屬蛇朋友桃花好旺，社交活動增多，容易喺聚會中成為焦點。4月，值月月份，能量強大，適合推行新項目，建議主動爭取表現機會，上司會對你刮目相看。5月，火旺之月，注意健康，火氣太重，容易心浮氣躁，要注意心血管、視力同睡眠問題。化解，保持規律作息。呢個月唔好同人硬碰硬。6月，財運亨通，之前嘅努力開始見到回報，有機會攞到一筆唔錯嘅佣金或者花紅。7月，六合貴人月大吉，蛇同猴係六合，呢個月貴人運爆棚，難題會迎刃而解，適合簽約、結盟，甚至係談婚論嫁。8月，三合財運月，偏財運強，投資上有利可圖，建議只要唔貪心，呢個月嘅收益會非常可觀。9月，穩定發展，運勢平穩，適合進修或者優化現有嘅工作流程。10月，相沖之月，注意變動，蛇豬相沖可能會出現突然嘅差旅或者職位變動。化解，呢個月出入交通要加倍留神，建議主動動下，例如去旅行或者搬動屋企家私。11月，水火平衡，運勢回穩，心情平靜，適合處理之前積落嘅瑣碎事。12月，三合收尾，完美總結，建議蛇雞牛成三合局，年尾會有貴人帶路，為你2027年嘅發展打下好基礎。建議佩戴猴形飾物，六合貴人。雖然7月已經好順，但常戴猴形飾物可以幫你化解10月相沖嘅負能量。2026屬蛇人宜用黃色、咖啡色，屬土，火生土，可以幫你將過往嘅火氣轉化為穩定嘅財富能量。屬蛇人天生冷靜，但今年要學會熱情，多啲主動同貴人連結，將你嘅天德星能量發揮到極致。屬蛇嘅朋友，2026年只要你唔好懶，上天一定會俾驚喜你。下一集我哋會講到今年嘅主角屬馬嘅朋友，本命年究竟係大災定係大轉機？點樣化解刑太歲？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集見。